规24点钟的新品信义店，因为客户问题，年底要收起来。新品今日宣布，新的24点钟册店会伫咧上山分抢，希望会当结合大巨蛋东区的人潮，带动大家做回来看资。记者会办在成品行旅，可能就稍稍的透露了，就是未来24小时书店它的一个坐落的地点。对外界好言。诚品董事长吴文杰无搁走险，随时公布诚品新的24点钟册店地点伫诚品上元店。3年前24点钟营业的诚品敦南店停业，新店接手了，搁因为客户问题，年底要来结束，所以选上元店做陪伴读者的温暖空间。以后其实大家去看完一场午夜场的电影，就可以到达就是24小时的书店。希望创造就是让读者天天都能够来的这样的一个场所。吴文杰讲，未来上元店24点钟营业，会当结合大巨蛋顶东区人口和上元的生态古迹特色，带动新的读册人潮。出版业真肯定诚品书店，并是咧推广阅读，认为24点钟的册店是一个真好的注册展示空间。中烟这个地区，其实在人流在成长，最主要是大巨蛋要落成。那对出版业来讲，有一个晚上可以消费的地方，对读者有个地方去，还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一个利多。对网络册店并介绍，冲击出版业发展。吴英杰讲，业者爱自律，若无最后作者出版甲册店拢会受害。因为上元店是向台北文创租商场，未来是毋是会阁拄着租约到期？吴文杰讲。希望厝主会当互诚品的24点钟册店伫上演延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